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7日，旧历的5月17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放一伙囡仔踮厝，煞来拄着火灾，老母烧火唔甘。新北市一个妈妈，翁婿伫外地咧工作，某定定伫咧厝，伊就爱带3岁甲1岁后生。当天，伊带着3岁后生出门办代志，1岁后生伫困，就甲留伫咧厝内。想袂到火烧厝，1岁幼囡仔趴伫咧涂骹，放声大哭。加在消防员弄破门，紧甲着青惊骂喊的囡仔救出来送病院。这囡仔因为砸着烟住院治疗，这妈妈是真懊恼、真后悔。消防局来提醒，甲幼囡仔单独留伫咧厝内，毋若违反着儿少法，相关罚15000块，也有可能会造成无法度挽回遗憾。不要人！小孩子走开！伫春秋不见5载火场，囡仔哭声，互人听了着急，阁唔甘赶紧找，才去找着趴伫涂骹一直哭的1岁囡仔。走开，快点！放出去！将这个囡仔赶紧送出去，因为当时火源离囡仔无偌远，险险就烧着这个囡仔，而且伫拢是乌烟的室内找无囡仔的老母。因为他睡觉有固定的时间，他半夜的事情，他知道那么快就醒来。着急找囡仔物件送去病院，因为这个1岁后生死伤侪乌烟，还阁伫病院里治疗，佫毋是调工将囡仔留伫厝内。我是带2个小孩子啦，也是蛮辛苦的，有人帮我，没有人啊。因翁伫外县市上班，伊带2个囡仔，一个3岁，一个1岁。伊带3岁大汉后生出门，1岁还伫困，就留伫厝内。现场发现疑似的起火点应该是客厅旁边的一个抽水马达，那边有燃烧的迹象。这个粗心大意的老母违反儿少法，相关被罚15000块，罚钱搁小罚代志。若是囡仔真正因为安尼受伤，大人可能会搁有刑责，千万爱注意。